岁平安，平安。咱们伫万心来准备今日讲义讲台，咱们来到家。伊就是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教是因，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恁若常常踮伫我的道理，就真正是我学生。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咱要来念圣诗，圣诗第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我靠，所幸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伊捌受苦痛，愿一切破路，由你来讨办。请起立来念全首。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是个死埋葬到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甲一个全能的上帝大名，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也咱要来启用，是圣诗后壁面53篇，选着咱来启用。经文第53，你在恁家拄第6章，10控95页，圣诗后壁10控95页。启用文第53，选着咱来启用。53篇。我着带什么上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点着烧化者，也是满满永来主伊。上主减袂欢喜，千千只工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感着为家己的罪恶献我的大囝，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然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上主要求你的就是，要行的公义，心存主爱，让你甲伊上帝做伙名。这条，请咱三到下头来祈祷。来，天父，阮感谢你，做你圣的日，你阁平平安安引带阮众兄弟来到你的圣殿。阮一遍同款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阮知地甲世界拢充满的拢上帝耶和华，一水会当上耶和华的山，一水会当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白，存心无怨无假，酒蛇无囥干对的人，这款的人要对耶和华得到福气，搁要对信有伊的上帝来得到伊。阮甲你的面前，阮搁一遍来带咧阮的罪过，无允换阮的罪恶。阮知，阮的罪常常伫阮的面前，阮也知，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受气，搁有光久长的丰盛。求你用牛叉草洗阮，阮就要清气，求你搁一遍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内底有换心正直的心。今仔日也是主，你引带阮的同工陈牧师来到阮中间，伊着国内外的宣道事工来伫遮主日的引带。主，阮也知，你对即个事工内底，你也要造就侪的信徒伫你的面前，诚做精兵，问问伫逐所在做因的工程。阮知，伫即个事工当中，点彩有人会拄着艰难，有人拄着阻挡，甚至有拄着侪的挑战。但阮也知，有保罗伫旅游传道的时，伊也知圣灵伫逐所在，伫逐地逐所在有锁链甲患难要等待。但是保罗伊无掠做要紧，嘛无把性命看作宝贵，为着要行伊的路站，要交托主耶稣伫伊身上的即份完成上帝恩惠甲福音。阮也知，阮同款有即个心志来关心伫遮的事工，无论伫阮信徒的造就，也是伫阮的传福音的事工，也望讲得到主你的祝福。透过牧师的讲道甲讲解，佫会当认明伫真理。阮也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免伫阮得罪你。你的话要正，你话是阮脚前的灯，甲路上光。阮要佫照安尼来行出来。阮少年，阮济当中的兄弟，无论伫逐所在，伫逐角落，无论身体病痛，也是有讲袂出的苦悔。特别阮也关心，伫阮兄弟有伫经历伫病医、伫生死的关头，主你也甲伊记咧。阮也知，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伊若无咧惊，因为主你会甲伊记咧，你会对你的拐也要安慰因。当临到阮的课业当中，佫会当证明主你的恩典伫因身上，也要讲侪的荣耀代志，来证明主你甲伊经历。
暂时，阮也关心，伫阮无到阮当中的兄弟，验知有拄着阻挡，也是伫逐所在，但愿因的出入拢得到平安，上时也舒服。在座伫阮的众兄弟当中，阮伫你面前恳求的祈祷，拢是不变，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即条赞美，咱要请信徒为主讲，我若做我大先，花好记在第9节。你的时节对我进前，通得到平光礼流意望。即条咱们来看圣经，记载伫诗篇15篇1节到5节，地位是马可第10章45节。咱先看诗篇第15篇第1节到第5节。跟着我来读。诗篇第15篇，号本伫666页，电台译本665。诗篇第15篇，诗篇15篇，显着我来读。耶和华一嘴会徛伫你的布场，一嘴会徛伫你的圣山，就是行正直。所做公义，心内讲诚实的人，伊无用一家务人，无歹款待朋友，人诽谤厝边，伊无四界谣。伊的目睭看天飞位，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伊手抓随往家己拆开，也无变换。伊闻照人无为着利益，无受暴露来害无罪者，行这好事的人永远袂摇错。咱搁看第2位，新约马可福音第15章45节。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话本63，现代译本75。跟着我来读。马可福音
第10章第45节。因因主教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咱圣经看到遮一条，咱要请陈牧师来甲咱正道，题目是基督的温度，这是咱恭请。所敬听的林牧师以及咱西湖教会所有长子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久长来第一遍有机会来到咱西湖教会，甲咱各位兄弟做伙敬拜上帝。记日2年前有机会来到遮参与咱林牧师的奉牧甲受职的感恩礼拜，这嘛是真特别的经验，因为咱当时的中会市长。因替林牧师，敢若伊会当看到林牧师的头壳，阮其他的人敢若当面轻轻举手，甲伊祝福。即款的经验，就是咱伫疫情的中间所要经体会，伫人所无法度想象的即款的人生的经历的中间，上帝怎样要诚做咱时刻的帮助甲引带。愿咱在伊伫主耶稣基督受洗的主日，嘛是咱。主显节后第1个主日，咱3个主日的中间，搁一遍会当搁较来学习，怎样诚做基督的温度，请搁一遍3个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特别用伊家己的形象来创造阮的生命，互阮的一生，无论伫甚物款的境遇中间，拢深深体会。上帝伊怎样疼惜阮，甲阮看作宝贝，互阮人生所经历的一切，搁较体会阮怎样信靠你，怎样诚做你尽忠的妻用，怎样用阮的性命来归荣光伫你利益正人。阮即时伫你的面前，搁一遍恭敬将阮家己的心灵甲诚实摆咧伫圣神亲自的保守甲引带。愿圣神的带领，互阮的心灵甲你有亲密的结连，互阮的生命时时刻刻诚做你所欢喜、你所祈恳，互阮所做一切会当时刻，互你的国度日日得到光华。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啊，咱咧吟圣诗113首。有人知影即首圣诗啥物人写的无？我最近即几年伫即个真侪教会咧讲道中间，用即首圣诗，拢会甲问大家讲，咱敢知影即首圣诗啥物人写的？无论是咱说到100周年，伫即个1965年，咱即马叫做旧圣诗523首。伫咧中间第152首，伫咱即马新的圣诗2009年咱新出的即个圣诗内面，650首内面嘛，只有一首是咱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尼门牧师所写的圣诗，就是拄啊咱所念的圣诗113首。650首中间，伊只有一首。是咱长老教会长老宗的创始者加尼门牧师所写的圣诗。我毋知影拄啊咱咧唱的中间，咱是安怎去感受加尼门牧师的信仰告别。伫拄啊念的圣诗内面咧讲，我条件你救赎我的主。伫内面的第3节甲第5节，第3节伫遐讲你就是活命，我对你生存。第5节伫遐讲着讲，除去你以外，别位无仰望，主你有应允，所信无空空，求你赐平安、自在甲确信，对你的气力，互阮永健身。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借问咱，你敢有真正确信你所信的无空空？你敢有亲像加尼门共款，
会当真清楚伫遐讲你就是活命，阮对你生存。若毋是你，就无阮。阮的性命怎样伫你的引带疼痛、稳定束缚的中间，日日向前的脚步内面，时刻经验上帝你的同在。无论伫艰难困苦的中间，无论全世界已经伫2年的时间，超过3亿个人去得到这个 COVID-19， 佫毋知影到底是安怎来的一个病症。500万人的性命伫迄中间离开家己的亲人朋友，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每一个性命，上帝拢看作宝贵呢。毋甘想讲上帝无流目屎呢，但是为什么上帝容允即个代志发生伫咱的世界？感谢上帝，互咱台湾即个国家，通过咱的卫福部。通过国家政府人民，咱怎样做伙拍拼，互台湾伫全世界成做防疫的模范生。总是伫遐过程的中间，咱悠然咧体会，咱的性命怎样伫上帝的保守、引带带领的中间，会勇敢成做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咱有读诗篇第15篇。这诗篇第15篇是朝圣者来到圣殿的门口，伊提出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伊问讲：什么人有资格会当来到上帝的圣殿？什么人有资格来朝见上帝？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当咱搁一遍转去到咧基督的信仰内底，咱真清楚，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的即款的普世的救恩，伊表达上帝对世界人类的疼痛。并无任何的条件，颠倒是主动咧提供每一个性命无尽的稳定甲盼望。各位亲爱的兄弟，诗篇15篇搁一遍咧提醒咱，也引带咱来亲近上帝，互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性命的关系。就早起咱对诗篇第15篇，咱要对3方面3百来看，咱怎样会当成做一个基督的门徒？第一。将做基督的门徒，爱谦卑顺服，佮实践上帝旨意的人。将做基督的门徒，头一项爱真清楚谦卑顺服，佮实践上帝旨意的人。伫拄仔咱所读的诗篇第15篇的第2节，新的现代台语日本的翻译伫遐讲，是什么款的人会当来到上帝的殿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对身体讲真实的人，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对身体讲真实的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基督徒咱行为正直甲公义的前提，就是因为咱要行出上帝的旨意。所以咱亲近上帝伊的条件，就是咱愿意听到上帝的命令、伊的指示、伊的提醒甲伊的要求。咱爱亲近上帝，伊的目的就是咱要欢喜实践上帝的旨意。所以每一遍，咱拢咧提醒家己，怎样用谦卑、顺服，佮愿意去实践的即款的态度来亲近上帝。这是咱无论大家做伙咧做礼拜，也是咱家己个人的逐日的灵修生活的中间的基本态度甲精神。所以，将做基督的门徒，你来朝见上帝上重要、基本的条件，就是常常咧提醒，不管是用谦卑顺服，佮实践上帝旨意的即款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上帝。感谢上帝，伫去年2021年7月开始，我就已经进行退休。对1984年台湾新人医毕业以后。经过服侍36年，搁9个月，但是这36年9个月服侍中间，有将近20年的时间伫总会事务所服侍，然后有9年的时间是做台北地区甲高雄地区的代转事工。总是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一一的牧会经验，是2005年到2013年，将近得要8年的时间，伫义工教会牧会。
咱在座各位长执兄弟，有人捌去过义工教会无？啊，有人听过义工教会无？听过大概就知影，因为义工教会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70间教会中伊一间用即个凶杀的所在，3个人伫遐受谋杀，丧失性命，咱一般叫做伤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伊一间用伤财称做教会，就是义工教会。1980年的2月28，林义雄律师当时为着美丽岛事件，就伫即个土城看守所的时阵，伫迄日的中昼，什物人入去伫因兜中间，将伊59岁的老母林幼阿妹姊妹，以及伊的2个双生的查某囝，只有7岁搁7日，亮君甲天君杀死伫迄个地下室的。大查某囝范君受杀6刀重伤，但是迄天伫囡仔病院紧急救转来。今仔日范君诚做牧师娘，佮甲伊的翁婿印主的牧师有生5个查某囝。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义工教会是遮尔特别的一间教会，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伫遐服侍得要8年。总是当我咧回顾即个8年的服侍经验的中间，我常常会去想念2021年11月17，安孝主怀的即个黄昭东兄，咱逐个捌听过黄昭东无？这是台独00演院的主席。总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检测你认捌昭东兄是伫电视的顶面，是街头的中间，是伫报纸媒体内底。总是对义工教会信徒来讲，昭东兄就是大家所认捌的义工教会的基督徒。各位若有机会，今仔日若去到台南，去到七股，这是昭东兄的故乡，你会看到遐有一个黄昭东的纪念公园。但即个纪念公园内面的纪念的碑文内底，即个碑文中间到最后，伫遐写一条：2004年，黄昭东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工教会洗礼，成做基督徒。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你真正看到一个人咧少年伊的碑文的中间，特别指出讲伊什么时阵洗礼成做基督徒。各位亲爱兄弟，咱拢知，昭东兄为着台湾独立运动，伫日本32年成做乌命单，袂当转来台湾。当伊的老母过身的时阵，伊嘛无法度转来，因为伊袂当转来伊的故乡。1992年，咱乌命单开放以后，伊转来到台湾，伊想着讲，伊伫日本伫东京的时阵，真侪遍去到伫东京台湾人教会做礼拜，总是伊毋敢洗礼，因为伊厝是即款的传统的信仰。后来转来到台湾了，伊讲伊若要去做礼拜，爱去义工教会礼拜，因为李胜宏长老，阮义工教会长老常常招伊做伙来到义工教会礼拜。后来伫2005年，当2004年，当伊的看守安孝主怀的时阵，请即个林宗正牧师伫病床的中间，为着伊的看守洗礼以后，伫迄年的圣诞节，昭东兄伫咱义工教会苦信徒牧师家洗礼，成做义工教会的信徒，嘛成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我常常会记哩，迄8年有机会伫义工教会做牧师的时阵，义工教会甲咱即马西湖教会差不多，因为是甲公有设的原来林义雄的厝改做礼拜堂。阮的讲台甲恁的讲台，甚至还无恁遐宽，恁的讲台比阮较宽。义工教会做礼拜的时阵，逐个徛起来咧吟圣诗，我几万年经验，看到昭东兄。坐伫头前，伊徛起来，因为伊真大箍，所以伊袂当徛伫椅仔甲椅仔中间，伊爱徛伫走廊仔头前遐，徛出来伫遐吟圣诗。真侪遍看到伊，若吟圣诗，若流目屎。伊真爱吟圣诗，伊嘛足爱参加圣乐队，总是有发现伊的音甲逐个人做伙唱咧吼，袂合。
所以就毋敢佫伫献花队内面唱歌。早起看到咱的西湖教会献花队，虽然无到10个人，总是恁所认的圣师，也是伊个军队主，恁做伙伫咧任的中间，咧表达恁款的信仰，就是亲像条龙兄所咧表达。2007年，当义工教会咧庆祝25周年的时候，我要出一个特刊，愿请条龙兄写一篇伊的信仰见证。伊讲我袂晓写，恁来甲我采访，我用讲的。后来整理出来一篇叫做《黄昭堂的忏悔录》，北平有叫黄昭堂的忏悔录。伊这忏悔录中间，伊讲一句话，伊讲我无资格成做基督徒。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独运动上重要的一个人，伫伊的生命中间用遐尼济时间投入，总是真清楚体会。伫遐过程的中间，若毋是上帝的疼，若毋是上帝的保守，伊无法度做遮个事。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伫条龙兄的身上所看到的，就是怎样伫咧中间咧谦卑顺服，佮实践上帝伫伊心上的旨意，互伊的一生参与伫台独的运动。到最后，虽然伫真侪人拢无准备心的中间，包括阮义工教会所有忠贞兄弟，无准备心的中间，上帝找伊转去，总是迄是伊的祈祷。伊常常祈祷讲，当伊若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要诚做别人、任何人的一款的负担甲即款的重担。伊是去做一个真简单的即个鼻仔的一个手术，伫好心病院，已经手术顺利完成啊，总是。伫恢复室的时阵，忽然间伊的主动脉剥离，安尼上帝接伊转去，伫拢无艰苦的中间，转去到上帝的身躯边。总是每一遍想到条龙兄，就想到咱每一个基督徒，怎样伫咱的一生的中间，真正愿意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佮真正顺服上帝旨意的人，会当成做基督的门徒。第二。诚做基督的门徒，爱真实用生命来归荣光上帝的人。是新的现代台语译本的翻译，我这本是当然是近边的啦，当是咱的教会有咱中会送咱5本新的现代台语的即款的新约甲台语，拄啊伫去年2021年10月底已经出版。这个现代台语译本的翻译是编15篇，第30甲第40的上半段安尼讲。伊无用喙齿中伤人，伊无陷害朋友，伊无四界造谣来诽谤厝边，伊的目睭表示做歹的人。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诚做基督的门徒，怎样要用家己的性命来归荣光上帝？就是常常伫逐日的生活内面，会当活出上帝所欢喜。今仔日咱做基督徒。咱要清楚，嘛会当去告白讲，上帝所赏赐咱人类，咱有身体各种的器官，这个器官所组成的一个性命，是要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伫咱的心思意念、咱的生命典范、咱的人际关系、咱的社会生活，甚至到咱的国家的认同，一切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欢喜用生命来归荣光上帝。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讲，恁无论是食还是啉，无论做啥物，恁都要为着荣光上帝来做。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长老教会的创始者甘利文牧师，伊的一生，无论对伊的出世到伫伊的死亡，拢要用生命来归荣光上帝。甚至到伊伫咧安息的进前，伊特别伫遐交代，讲袂使替伊做墓碑，因为做墓碑常常互人想着讲，即个人叫甘尼文，倒一年几月几日出世，倒一年几月几日安息。看到墓碑的时阵，想着即个人一生偌尼伟大，偌尼有成就，偌尼有打拼努力，总是却袂记哩。若毋是上帝的权能甲恩典，伊的一生啥物拢毋是。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500多年啊，
无人找着加利文牧师伊的梦伫甚物所在，因为伊伫伊的死的中间，伊要要求袂使替伊入即个墓边。今日各位若有机会去到伫瑞士，去到伫日内瓦、你会伫一个大学，日内瓦大学内面看到4个雕像，即个雕像其中有一个是加利文。总是加利文一生真重，伊开始改革长老教会，设立长老教会。伊伫遐上重要的牧会经验，就是伫日内瓦、日内瓦。总是伊伫迄个中间，今仔日无人看会到伊的梦伫甚物所在，因为伊要将伊的一生，甚至到伊的死，拢归荣光伫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妹，加利文所咧告白的是啥？是讲人的一生，咱若毋是上帝恩典甲关联，我一生什物拢袂当做。若毋是上帝保守引导甲带领，我一生嘛袂当活出上帝的旨意甲欢喜。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妹，长老教会信徒上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精神，就是要活出上帝的欢喜。所以，真正基督的门徒，就爱第二项真重要，爱真实用性命来归荣光上帝的人。第三项。上困难，嘛是上拍拼爱努力。诚做基督的门徒，爱甘愿牺牲受苦来祝福别人的人。甘愿牺牲受苦来祝福别人的人。诗篇第15篇的第40后半段甲第50安尼讲：伊咒詛虽然家己揭开，嘛无改变。伊钱借人，毋是为着利息。伊无受贿赂来陷害无辜的人，做即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第40甲第50伫遐咧讲起着，诚做一个基督徒，伊虽然揭开，伊嘛无改变。伊借钱毋是为着利息，伊嘛无受贿赂，台语叫做乌西，去陷害无辜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妹，基督徒的人生观甲价值观。甲一般人上大的无共款，就是基督徒搁较看重别人的欠缺甲困难，伫真侪受苦的生命中间，看见着咱的关怀的责任甲使命，所以甚至家己吃亏，犹原甘愿欢喜，因为伫咱重担苦难的时阵，咱要做伙享受荣光、平安甲喜乐。所以基督徒上宝贝的一款的信仰见证，就是哪亲像耶稣基督愿意为着别人牺牲受苦，咱颠倒经验上帝无尽的恩典、疼痛、赐福、加添伫咱的心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妹，这是诚做基督的门徒上重要的一个信仰见证，就是咱要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咱愿意受苦牺牲。来诚做祝福别人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妹，2017年3月，前卫出版社有出一本册，叫做郭俊明牧师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的一个副标伫遐讲：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这本就是2017年3月，前卫出版社所出版郭俊明的回忆录，副标讲可悲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各位亲爱的弟兄妹，咱知影，过一个月，后个月2月14，就是郭俊明牧师安息3周年的纪念日。咱常常咧少年。前总干事郭俊明牧师怎样用伊的一生，特别用伊的牺牲甲受苦，来见证基督的信仰，来见证伊怎样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的门徒。伫即本册内底，122页，你会看到郭俊明牧师当初伫1977年8月16日，甲咱的总委会内面一个牧长。当咧发表人权宣言的时阵，伊所写的遗书。各位亲爱的弟兄妹，当时咱遐个牧者
有真侪牧者亲像高牧师共款，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压迫的中间，当因要发表人权宣言的时阵，伊是先写好因的遗书，然后因才开始咧讨论草拟要哪写人权宣言。高牧师伫即本册回忆录内面讲，伊当初写迄个遗书，伊毋敢互高俊明牧师娘看，伊囥伫总会事务所办公室的拖仔内底，总是伫即个遗书内底，伊伫遐写，伊今仔日若为着上帝旨意，伊爱牺牲受苦，伊甘愿欢喜。伊嘛伫遗书内面写，讲我的遗产一半，要奉献着总会做宣教、服务、传道各种事工的需要，特别其中的一半，奉献着总会爱做玉山神学院甲山地教会的需要。伊嘛讲我的遗体若死的时阵，爱奉献着中华基督教病院，感谢中华基督教病院对我的老爸的即款的恩惠。因为亲爱兄弟姊妹，高牧师怎样伫即款的受苦的经验的中间，来见证上帝恩典、疼痛甲祝福。1993年，我伫总会开始服侍，前5年是伫高俊明伫杨启寿牧师做总干事的时阵，我负责青年甲大专的工作。那1998年开始到2005年7年的中间，我伫罗云光牧师做总干事的时阵，我负责教社、社福甲法规的即个委员会事工。我印象真深，伫我个人甲高牧师的经验的中间，伫1999年的4月18，咱若有印象就是顶个月12月18，咱拄仔公道。总是1999年的时阵，迄个时阵立法院还未通过公民投票法。有一阵，咱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伫遐拍拼努力，望立法院爱赶紧立法通过公民投票法。迄个时阵，为着要促成公民投票法，所以伫1999年的4月初10，包括当时的蔡东营立委、赖清德立委、高俊明牧师、黄朝龙兄弟、李胜宏长老，因共同发起一个叫做“公投绝食”的活动，伫立法院的广场。我就是伫咱济南教会边仔。迄个时阵，我拄仔是总会教社干事，所以为着关心即个代志，我嘛常常去伫迄个立法院的广场，伫遐关心遮个将近120位为着公投绝食的活动，伫遐用家己的性命绝食。咧要求咱的立法院爱立公投法，或者个勇敢的行动。已经4月初10开始到4月17，已经经过8日。高牧师嘛伫遐已经绝食8天。到伫4月18迄天大后礼拜日，迄天早起，我伫伊边仔的时阵，伊甲我讲英语牧师，咱来带遮个现场的遮个台湾的乡亲做伙做主日礼拜好无？我甲讲好。迄天早起伫立法院的广场，高牧师讲道，我徛伫伊的边仔，我捧迄个大声公，互伊通用。我印象真深，高牧师引用新约路加福音书第13章31节到33节。即段圣经在是有人甲耶稣苦劝，讲人要甲你杀死，你就紧走。总是耶稣伫迄个中间，伫遐回答讲：虽然是安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我一定继续行我的路，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所在，互人杀死。高牧师用即段耶稣家己咧面对人的威胁、恐吓、死亡的即款的危机的时阵，耶稣伊愿真清楚知影，我会行上帝所欢喜的路，甚至死嘛甘愿。各位亲爱兄弟姊妹，高俊明牧师甲遮个为着公投绝食的勇敢的乡亲，迄天早起。主日礼拜煞以后，迄个下晡，高牧师的身体就无啥爽快，已经绝食8天。总是感谢上帝，后来即个绝食活动，因为立法院有
有同意讲爱好好讨论公投绝食法，所以后来即个公投绝食的活动，后来有伫咧中间终止。各位亲爱兄弟姊妹，郭牧师的一生90岁，上帝叫伊转去的中间所咧见证，就是怎样伫磨难、伫艰苦、伫受难的中间，咧实践基督的信仰。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真做基督的门徒，咱的平安甲喜乐，是因为咱清楚知影上帝爱咱行的路，咱嘛欢喜付出咱的牺牲受苦，来成做上帝所欢喜的门徒。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美国这个国家伫1986年的1月开始，当时美国的总统雷根总统伫遐宣布，1986年开始，伫美国这个国家，每年的1月份的第3个礼拜一，是称做美国的一个国定假日。这个国定假日叫做罗德马丁金牧师的纪念日。那今年来讲，2022年就是后礼拜一，1月17。美国政府为着感谢纪念这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为着黑人民权运动牺牲受苦的这个罗德马丁金牧师，特别制定这个纪念日来纪念伊。咱大家知影，1960年代伫美国这个国家，黑人也袂当投票。咱毋通袂记哩，伫迄进前的100年，美国林肯总统为着黑人毋免伫美国这个国家继续做奴隶，伫南北战争的中间，后来战争赢，但是林肯总统因为安尼，互人谋杀、丧失性命。已经经过100年啊，犹原黑人伫美国也袂当得到真正的自由甲人权。100年前的60年代，迄个时阵的黑人也袂当投票的中间，罗德马丁金牧师做一个浸信会牧师，伊怎样带动这黑人用听甲恢复力的方法，伫遐游行，伫遐抗议。1963年的8月28。伊伫即个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的林肯纪念堂的顶面，伫迄个所在，也发表一个讲道。有人讲是演讲，但是是牧师所讲叫做讲道。迄个讲道的题目叫做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伊伫遐呼吁现场超过20万的美国人，大多数是黑人。伊伫遐咧呼吁美国的政府。爱重视佮落实维护人权，互黑人甲白人真正会当手牵手、心连心，成做一家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过当年1964年35岁罗德马丁金牧师得到世界真重要诺贝尔和平奖，总是4年后，1968年的4月初4。即位罗德马丁金牧师39岁，为着黑人民权运动，伊伫一个伊所暂时住的汽车旅馆，伫遐互人暗杀离开世间。伫伊要互暗杀的前一暗，伊最后一遍的讲道的中间，伊对遐黑人的兄弟姊妹讲：我已经爬上关山，虽然我无机会甲恁做伙去到伫迄个迦南地。拢是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的一生已经看到上帝的荣光。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一位黑人的牧师，为着黑人的民权运动牺牲受苦，到最后39岁离开世间。伊的努力甲牺牲，后来促成美国的民权法案的通过。迄个时阵，黑人开始会当投票。嘛，因为安尼影响美国的人民，到伫2008年的时阵，伫美国经过230年的历史内面，选出黑人的第一个总统，叫做啥物名？叫做奥巴马，对。迄是230年的美国历史中间，伊一个黑人总统。
总是伫遐过程内面，咱要看到是罗德马丁金牧师，一个基督徒的牧师，怎样引带黑人伫即款的运动的内底，通过牺牲受苦，来看到上帝听恩典临到即个国家。所以罗德马丁金牧师用伊的生命来见证，伊真正是基督的门徒。2001年的8月底，美国的政府伫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设立一个罗德马丁金的纪念公园。各位以后若有机会去到美国旅游，去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会记得，伫银景纪念堂边仔，因有一个叫做越战的纪念公园，嘛有韩战的纪念公园。总是伫边仔，阁有一个叫做罗德马丁金的纪念公园。伫遐你会看到一个黑色的大理石所藏的罗德马丁金牧师的雕像。伫个公园的边仔的墙仔顶面放真侪罗德马丁捌讲过的话，遮个话真侪拢讲起着基督信仰怎样咧提醒咱来关心人权，关心上帝交代咱。怎样互性命得到自由甲公义？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每年1月第3主日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所以伫咱今仔日的周报中间，咱会看到，咱的传道委员会互咱的一个请安批。这请安批内底有甲咱讲起着，遮个国内外宣道事工内面，传道委员会怎样做伙参与伫内底。对包括推动即款的新眼光读经的手册，各位，咱地方教会中一兄弟，我手上所摕一本，就是咱的传道委员会每年通过教会公报社，一年出4本，一季出1本，即本就是1月到3月份的内面有每日的读经的经文，即个经文是对全世界的教会。普世共同的经课表，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即本今仔日毋是干那长老教会信徒咧用呢，你敢知？是足侪台湾的其他教派嘛甲咱做伙咧用，但是咱家己长老教会看作宝贝，因为咱的传道委员会一年拨真侪经费，甲公报社做伙咧参与，通过咱真侪牧者所写，才会对经文的理解，对信仰的反省。到咱的国际祈祷，阁有每礼拜日、每一个礼拜日的一款的经课，以及伊的讲座片伫内底。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伫义工教育部会8年，我嘛一直鼓励我的兄弟姊妹，爱用新眼光读经，是搁一遍去看见上帝眼光怎样伫咱即个时代，特别伫即马咱咧面对 COVID-19 的时阵，安怎互上帝会听到伊的话。真正帮助咱，互咱的性命搁较看见远望。所以，亲像新眼光读经运动，以及国内外真侪宣道事工内面，伫即份内面咱看会到。当然，伫咱的看到奉献地仔内面有讲到，咱的国内外，包括国外有14位，咱即马目前总会派出去伫其他国家的宣教师，这宣教师的人事费用，嘛是对总会传道委员会咧支出。所以咱要看见，遮个事工是通过咱全体教会做关心、支持、大道奉献的中间，互咱的国内外宣道，搁较看见咱的教会怎样通过今仔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有1270间的教会，有20万的信徒。这是我根据2019年咱上近的即款的统计。因为过去8年，当我伫总会做4年助理总干事，后来接受做4年的即款的研发中心的主任。研发中心有一项真重要的工作，每年要统计咱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教会数、信徒数。最近上新的就是去年统计出来，到2019年底，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有1270间的教会，包括咱7000中会有85间。包括咱西湖教会，包括义工教会，总是原住民的教会内面，伫1270间内面，占500外间。这拢是咱所看到，搁一项真重要的消息啊，互咱知。
台湾基督教有1270间的教会，每一个礼拜日，你怎知影咱用几个语言咧做礼拜？咱即摆咧讲的是台语，对无？每一个礼拜日，1270间的教会用18种以上的语言咧礼拜，其中有10几种就是咱的原住民每一族因的族语。咱鼓励每一个原住民用家己的母语，伫遐来分享上帝的话，伫遐来互因通过因的母语，互上帝听，临到伫因的部落，轮到伊的族人的中间。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今仔日伫即个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的中间，做伙通过咱的关心、代祷甲奉献，来有份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国内外的宣道的奉献主日。小等讲道煞，咱要吟圣诗22首。即首圣诗是即几年我伫真济各中区会做信仰教育甲法规的研习。过去8年中间，我伫总会有去到伫咱的所有的中区会，特别是原住民的中会，超过50场的即款的法规的说明。在法规的说明内面，拢咧提醒咱，怎样伫基督的听信仰的中间来行上帝爱咱行的路。圣诗22首伫遐讲主上帝正手，引带咱应该行的路。但是到第3节咯，你甲注意听。第3节讲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咧攻击什么货？攻击咱人的贪婪、自私自利，咱的骄傲甲不义，才会上帝时刻伫咱中间咧甲咱攻击，望咱行上帝欢喜的路。总是第4节、第5节、第6节，伫遐咧讲上帝手伫咱的中间咧扶持咱、咧医治咱、咧财政咱。上帝知咱每一个人的命，上帝知咱的心灵艰苦甲艰难，上帝时刻甲咱同在。即首圣诗是真歹拍的圣诗，通常若有迄个鼓的时阵，唱即条圣诗，会当用鼓做参与伫内底，咱会当搁较用即款的活泼、主动的信仰来见证上帝无尽的疼、稳定甲祝福。小等即摆要结束的时阵，伫我未做即个讲道祈祷之前，我要请咱看一个短短的影片。这影片是即个历史大殿中间，希特勒伊用德国的军事力量伫欧洲逐所在造成真大的一款的战争的中间，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牧师。伊伫1944年的12月底，当伊为着反对希特勒的政权，参与游击队，后来互掠。伫监狱的中间，伊后来有写一寡诗歌，甲写最后7张批，其中有一首诗，就是即摆咱所咧看到的，叫做《所有美善的力量》。即条歌后来有1977年，德国一个音乐家甲伊编曲。即马小弟要放的即条歌，就是潘霍华牧师。虽然伊知影伊的性命大概伫无偌久的以后会离开世间，确实，伊1944年12月写即条诗以后，过当年1945年，伫历史大殿要结束进前，伊互人处死伫集中营中间，39岁离开世间，甲咱罗德马丁金牧师共款。甲咱耶稣基督共款，33岁离开世间。遮个人遮尔年轻，上帝用因的性命咧见证真正基督的门徒怎样用性命，互上帝国度日日得到广阔。咱要通过即条诗歌来三角鼓励。伊即条歌内面咧讲起着，虽然真济艰难困苦，总是感谢上帝你。日日无论早起，无论暗时，引导阮勇敢向前，迈向新的一年、新的日子。请咱做伙来看即条诗歌。
搁较大声一下，有伤细声。搁较大声一下，好，重大多谢。所有悲伤力量的我围绕，奇妙的安慰丰收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因与你们踏入新的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担压过我们。主啊，拯救吧受惊吓的心灵，以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悲伤的人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难以这样说困苦的苦累。主啊，从你良善赐来的圣手，好不战斗心存的坚守。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所有悲伤的人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今天请让主我们暖意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寂静是真理会让我们睁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听到发声的颂，所有悲伤的人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马可福音书第10章那我需要讲，M 是什么？马可福音书第10章45节，耶稣一生上重要的一个信仰告别，
嘛是医生的性命观甲价值观。安尼讲，君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甚至为了救赎众人，献出家己的性命。耶稣真清楚伫遐咧告别，伊来世间道成肉体，毋是爱人服侍伊，是伊要服侍人，甚至到最后牺牲家己的性命来救赎众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保罗一生伊真重要的告别讲，恁着有我，亲像我有基督。保罗真勇敢，甲人讲，恁着爱学我，因为我已经有基督。愿上帝祝福咱，愿圣神的气力伫咱每一位兄弟勇士的中间，互咱有一日都会当亲像保罗共款，甲人讲，恁着学我，亲像我有基督。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听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通过伊道成肉体，通过伊牺牲伊的性命，伊担当阮的罪过，一个无罪人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遮尔宝贵的救恩，今日伫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成做阮的祝福甲恩赐。感谢你，互阮搁一遍对你的话得到重新的启示甲提醒，你也帮助阮。搁一遍决志委身，阮一生要成做基督的门徒。虽然阮软弱无够业，虽然阮自私骄傲，为家己想，总是感谢你，因为你无离开阮，常常保守阮，引带阮，互阮的一生会当归荣光伫你利益众人。求你祝福今仔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国内的宣道奉献主日，互阮通过阮的关心、代祷、奉献，互阮所有宣教的事工，互你的国度日日得到光发，互更较侪人、更较侪性命，因为耶稣基督性命得到仰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电牧师的勉励吼，人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讲，着趁摇我通吹求的时来找伊吼，打拼的时求着伊，就记日今仔日吼，因为暗时若到，咱着啥物工拢袂当做，条咱要来回应。咱来唱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是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光明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是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请起立来吟全首。兄弟，
礼拜是国内外传道奉献主日，总会委请前助理干事陈英仪牧师前来请安正道，邀请兄弟有着国内外宣教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用我代表咱教会来对陈牧师来说声。第一，咱1月16礼拜后要敬扫教会，请兄弟留时间一起来敬扫。但第三，同款是后礼拜日敬扫后，咱要调回中职会，咱也请中职同工有留时间来参与。第四项，咱对着国内全国疫情较重因素的变化，咱请兄弟有缘共同来遵守防疫的安全。相关规则依次守护进入礼拜堂，是名册的经略，量体温、手部酒精的消毒戴口红，身体若无适，我前来礼拜兄弟甲牧师讲并教会的群组来提供线上的一段同齐来敬拜。咱教界消息有4项请咱家己来看。代祷事项有这几项咱家己来关心，家己平常时咱也互相来请安来关怀。咱来看聚会活动伫倒边，咱主日礼拜是10点，圣歌队咱是8点45。姊妹查经每礼拜四的上午10点，但拜五有查经祈祷会是7点半。咱今日的招待是寿天社甲平原乡，咱草会是梅景路，青草是小妹。后礼拜讲道是牧师，思维黄长老，
苏婷、何老师吼，领唱吴荣兄，诗献是小妹主事加民兵，交代是社保制加所长乐，插花是小妹主事，签上是纪元节。咱姊妹查经是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祈祷话是真言2节。咱过节奉献，咱奉献若有问题，请甲过节出来登记。即只咱来看后壁的经句，咱照安尼来读吼，咱上尾咱才来读咱的哥林多的前书12章1节吼。来，咱3角斗阵来读。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第3翻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11章1节。即条咱互相来请安吼，咱若伫咱的会用讲座，甲咱的前后左右来请安。平安，平安。咱过来，咱要请林牧师来甲咱主持咱的讲道，咱为着一项来代祷。两项代志报告，一个就是像你这个经验吼，本来手术了后伊有精神过来，就顶礼拜咱祈祷了后伊有精神，总是到拜二的时阵，因为感染的问题，伊就搁陷入昏迷，搁陷入昏迷了后，其实是休克过，所以医生是讲要做最坏的准备啊。毋过因为昨昏我去看的时阵，早起我去看的时阵，我有问医生讲，即摆情形是安怎？各方面的指数算是在抗生素之后有稳定下来。所以咱继续祈祷，恳求上帝，因为性命是上帝予咱的，恳求上帝稳准，有啥你才会当转来到咱的中间。因为咱对手术进前就开始甲这件代志交托主的面头前，咱嘛知影心脏的手术毋是介简单的，总是有风险。伫这个危险的中间，咱完全的交托。今仔日发生安尼代志，咱嘛犹原继续恳求主来怜悯，毋若是怜悯舍利者，甲伊的家庭嘛怜悯咱的心，互咱的心上帝也袂空空，互咱的确完全去体会到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所以，然后要请宪文老师来报告伊爸爸甲妈妈伊的身体的状况。各位兄姐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持续带导。妈妈本来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很严重，可是因为大家祷告，所以她有醒过来，后来也转普通病房，状况也越来越好。只是因为她那个时候送医之前是她摔嘛，所以检查的结果是，可能她醒来之后腰痛，所以检查会骨科就是腰椎上面有一椎的状况。可是她骨质疏松太严重，所以内心医院不敢帮她做手术。怕打骨浆之后，那个下面那一节会被压迫，反而不行这样。可是我们考虑很久，因为他的状况越来越好，那如果他的余生都要躺在床上的话，对他来讲是折磨，对我们来讲也真的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就一直想办法，一直找医生。终于昨天有医生愿意帮他弄手术，因为他的肾脏有原因，所以他那个手术应该要全身麻醉。可是他不能全身麻醉，只能半身麻醉。那这个半身麻醉也有半身麻醉的风险，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医生愿意帮他动一动。
出来，医生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应该是癌症已经转移。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希望这是一个玩笑，我一直期待可能虚惊一场，应该不会有事，应该不会有事，我一直跟我自己这样讲，因为我爸爸一直都很好，身体健康，妻子也都很好，没有人相信他是癌末这样。可是我们还是得要接受事实，就是礼拜4去看报告，确定他是胰脏癌第4期，他已经扩散，因为当初就是在肝脏照到不正常的东西，应该肺脏也有，因为他现在咳得很厉害。那医生给他开药，目前是吃药，所以他不会感觉到太多的疼痛。但是医生也告诉我们说，他只能保证到今年过年，过年以后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所以请帮忙祷告求主，至少让我爸爸最后可以不要太痛苦，可以好好的这样。也替我祷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那么有压力。可是爸爸妈妈生病，而且是连着来的时候，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因为他们精神都好好的，就突然说倒就倒。所以其实我自己的压力很大，然后我也很恐惧，所以请帮我祷告，希望我可以好好的陪他们最后。谢谢。咱之前为着秀文老师的妈妈祈祷的时阵，咱有讲到爸爸的愿望是会当今年同齐过60周年，结婚60周年。无想到讲爸爸的情形会比妈妈搁较严重。咱有交托过，嘛有恳求过，求上帝会当应允。所有的时间拢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总是咱若是会当同心，伫疼的内面来求讨，咱会当存这个愿望，相信上帝会当有上好的安排。不管是安怎的结果，若是会当照咱所求讨的应允灵敏，咱欢喜感谢。若是无，这较嘛是因为对因两个来讲是上好的安排，上帝才会照安尼来安排。不管是安怎，咱学习伫听的内面来求讨，嘛伫听的内面来愿望，嘛伫听的内面来感受上帝对咱的疼，也搁有上帝的目屎。咱同心来祈祷。
回你的疼甲稳定。阮求你的怜悯。阮要用啥物来传福音？若是阮家己无感受到迄个疼、稳定，以及你甲阮同在，阮无法度甲好的消息传出去。你的囝儿伫你的面头前，安尼迫切来找、来求讨，求你赦免阮的罪，求你帮助阮，求你互阮会当诚做一体伫你的面头前，因为阮的肢体伫受苦，阮的心嘛伫受苦。每一个目屎，你拢知，你拢看。阮需要你甲阮伫地，阮需要耶稣所互阮的平安。阮需要看见你的应允伫阮的心上，伫阮的生活。阮需要你的拯救。阮需要完完全全、确确实实来体会到，你是真的，是好的，是良善的，是信实的，是怜悯的，是疼痛阮的上帝。做每一个人的性命，你拢看做宝贝。因为阮拢是你所创造的，你爱阮转来到你的面头前，阮来到你的面头前。你爱阮求讨，阮求讨；你爱阮开喙，阮开喙；你爱阮相疼，阮即马在相疼。主，恳求圣神帮助，互阮有气力，会当做了搁较好，知影要安怎。会当来疼世间每一个人，尤其是伫受苦中间的人，互阮知影生命是对你所来，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伫你的面头前，拢总会讨办，会得到赦免。主阮知影阮不论安怎求，安怎讲，拢无法度完全，总是伫你的怜悯的内面，阮的无完全，诚做完全。即时，阮要当心，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当心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亲像是天里。阮的日时用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逼迫阮入死地，就叫阮脱离你的害。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大概的真实。阿门。咱要来念祝福诗篇的诗，第403首，403首。主垂听我，主垂听我，耶稣求你垂听我。这条咱要请牧师来传言，临时抓请牧师甲咱读祷。主垂听我，主垂听我，主垂听我，耶稣求你。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生命交出去。愿至圣上帝怜悯甲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甲帮赞，甲咱众人三甲伫咧，互咱不管是去到伫什么所在，拢成做你尽忠的妻用，对即时直到永世界无尽。阿门阿门。哦。